80到17节，第80到17节，吼。也我讲的吼，我将我的坑下伫婚礼吼，我将我的坑下伫婚礼。各位兄弟，咱讲彩虹吼，迄坑有几色啊？几色？7色吼，真正的吗？啊，吼，红橙黄绿蓝靛紫吼，你看在这上讲诶，在上电你知无？这牛顿呐，好，牛顿发明那个三棱镜吼，啊，一共有7个，其实从物理学来看，不是7个啦吼，啊，你若从无共款的国家民族吼，看个有人讲4个，有人讲5个，有人讲6个，有人讲7个吼。因咱肉眼观察的其实无共款啦吼。事实上，迄个坑吼，彩虹是一个色谱吼，伊无很明显说是7个啦，伊无明显讲7个啦吼。好，我紧，今日讲一个彩虹的故事吼。虽然今日的经文是为第9章开始，毋过咱大家伫创世纪的第6章的所在，大家念一个所在，就是讲上帝创造人以后，吼，啊人犯罪，啊地上哪较侪人做的代志愈无好的时阵，甲挪亚一家人敬拜上帝。这时耶和华伊就讲吼，耶和华伊看见人伫地上罪恶真大。耶和华就讲，我要，伊就后悔吼，讲耶和华退悔伊做人伫世间心内忧闷。耶和华讲，注意看，我先莫念，伊讲伊退悔后悔吼，伊后悔做人伫世间吼，心内安那忧闷吼，他是忧伤吼。其实咱咧看这个经文的时阵吼，经文的时阵，咱会介容易想讲吼，介先是上帝那受气，毋则要用大水甲人淹死掉，吼，毋是吼，而且个记载毋是讲受气，伊是讲耶和华心内忧闷吼，他忧伤吼，忧伤这个情形，吼，所以讲我要对地上操捌我所创造的人吼，将人甲走兽、汤拖、飞鸟拢操捌吼，因为我做因，我创造因了后有退悔吼，我后悔造他们吼。敢若啥物货？只有那伫耶和华面头前吼，得到稳定吼，这是前言吼。所以接下来，上帝就40天的大雨，吼，来，互这个水伫地上泛滥了150天，吼，就所有的地上的造物的拢淹死了吼。这个要介绍一下古犹太人吼，就是古以色列人因心内迄个宇宙观吼，是生啥物款吼？你。按你看起来，你不要误以为他们觉得地球是圆的，不是哈？虽然是这样子看起来是圆的，不是啦哈。伊的地球是伫遮啦，所以是平哈，是平的。然后这个是穹苍，叫 O A 哈 ，O A 叫做穹苍，穹苍的下面是天空 sky， 穹苍的顶面是天。其实哥林多后书保罗捌讲过，讲伊。有经历3层天，有无？好，犹太人的观念就是3层天，什么意思？这是第1层哈，天空第1层。来第2层是星座、太阳在的地方是第2层。那第3层呢？上帝因徛起的所在哈，3层天哈。这个是古犹太人哈，古早犹太人想象的天哈。所以你要知影吼，圣经是用这款的想象甲写出来。你若用即摆
空间的宇宙的观去看，一不一样？有共款无？无共款吼，所以你唔通一直要甲圣经所记载的所有的代志，拢当作是真理，当作是对的。因为伫迄个时阵，因的想象是安尼，所以用因的想象甲写出来吼，所以才会有后来天主教的时候，有一些科学家、一些天文学家用了一关对不？好，他们认为不是这个样子哈。好，那照创世纪因这个古代的想法，迄水安怎来的哈？就是上帝创造的时阵，因认为这个穹苍哈。firmament 哈，这个穹苍，哈，下面有水，好，这是穹苍以下的水就是海水，跟穹苍以上的水，好，由穹苍甲隔起来，好，平常时落雨就是从穹苍的门下一些雨下来，不过这个时阵40天上帝甲穹苍哇！上帝把这个穹苍规个拍开，所以天顶的水拢所以天上的水跟天下的水就怎么样合起来了哈。你若去看《创世纪》第1章，《创世纪》第1章，伊在描写上帝创造的时阵，伊是讲上帝把水分开，分做天顶的水甲地的水分开。不过伫这个时候，上帝甲伊合作会所以水的饮吸所有的生物各位在那个在水里面失去生命的状况，能不能想象？窒息这是一个足特别的死什么意思？就是讲你伫水里面你是不是自由活动的？是不是？是，可是你无能为力。所有的死法都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所有的死法都不像在水里面淹死，就是你有关会当自由会当做任何代志，就是你无法度喘气。我有讲清楚我的意思无？好，在水里面淹死的是这个状况，不像你其他的死法都不一样。好，你是很可以做任何动作的情况下，还是怎么样无能为力哈？这是上帝以用这款的方法，那个时候所有的生物拢袂无，好，你完全无能为力。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死你完全无能为力。好，等这个水退了以后今天不是要讲那个大水的故事，今日要讲这个水退了后，耶和华上帝甲人立约，甲世界立约怎么样的立约？就是今日第9章第8节开始，上帝甲挪亚甲伊的囝讲：我甲恁以及恁的后裔立我的约。也甲遐个甲恁伫地一切外面，就是甲恁伫地的飞鸟、精生一切走兽，既若对大船出来地上一切走兽，我甲恁立我的约。既有肉体的，无搁互大水灭无，也无搁有大水毁坏土地。这是耶和华上帝跟世界、跟人力的约。我刚讲过，这个被水毁灭的这种死亡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死亡就是表面上你还是你没有被限制不过你还是无能为力的死去你们有没有在水里面这种感觉过？有不？我有2次。有2次，有一届伫美国的 Whitewater， 迄是迄个泛舟 Whitewater 总落落，规只船拢落落，然后我被那个漩涡吸下去就是那个感觉。你
你可以游啊，你可以动啊，你可以好像可以还是一样做任何事，可是你就是无能为力啊，你就是无能为力哈。啊，毋过上帝讲，我无要搁用大水安那毁坏这个地啊吼，我无要搁用大水来灭亡这一切的活命吼，不会再让所有的生物有那种无能为力的这种终结哈。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约哈。伊讲我无搁，这是我要立的约哈，不再被大水来灭绝，啊嘛无个土地也不会被它毁坏掉了哈，这是他立的约。啊，毋过要立这个约束，上帝有互人有一个记号吼。伊讲我要甲坑放伫云彩中，吼，伫云内面，吼，这正做我甲地利用的记号。他都讲过啊，那个他都我那个图吼。迄个穹穹什么形状？有没有印象？它就是一个半圆形嘛，好，穹穹就是一个半圆形，所以是这个概念哦。上帝要迄个半圆形，迄个彩虹，迄个坑，甲当作是一个记号，就是迄个穹穹袂个安那，袂个毁坏去啊，吼，袂个互天顶的水甲地上的水合作伙，哦，会一直把它隔开。那个坑吼，那个云彩，好彩虹，就是作为这个记号，好。有趣的事情是，经文的写法吼，经文是安尼写，伊讲这个记号是要互上看的。你若照经文来讲，这个记号啥物人看的？伊讲我。以后我互云起热地之阵，要有坑出现伫云里，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项有肉体活物所立的约束，永远无过互水损坏一切。所以这个是要给谁的记号？你若照经文是互上帝的记号啊，就是讲。上帝讲，我若看到坑安那，我就记得我甲恁安那有这个约束，所以上帝记忆不太好哈。他有时候伤心难过，想要互水甲人饮时阵，他看到什么才会想起来？不可以，现在看到坑，他会想起来，是这个意思吗？是经文的意思是不是讲上帝记性不太好？每次他要让水淹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坑，哦，虽然这样写不是啦，虽然这样写，经文虽然是安尼的写法，不过坑是要互上看的，互人看的啦，是让我们看到的啦，让我们记得上帝有这款的稳定，哦，伊的约束伫遐，哦，所以这个事件开始伫上帝的后悔。好，这个事件始于上帝的后悔，好，终于上帝的什么立约，好，毋过会记住，伫上帝的后悔，甲上帝的甲人的约束，这一切中间有一件代志无改变，有一件代志，一个状况无改变，就是上帝的啥物货？上帝的忧伤无改变，好，人甲已经甲上帝和好啊。人已经跟上帝和好了吗？还没有吧？是不是？好，伫迄个时阵啊，好，就是讲伫上帝要用坑正做是一个约束的时阵，人家已经跟上帝和好啊，还没有，还在进行中吼。所以这个情况，迄个忧愁、忧伤迄个情形也未改变的吼。所以整个叙事你来看，整个叙事洪水、方舟。甲即卖的坑代表毁灭、拯救最后是什么？约定，对不？好，所以你如果咱若规个故事来看起来，到底这个是一个毁灭的叙事，大水毁坏土地甲一切活命，是一个毁灭的叙事，是一个拯救的叙事？各位同学，你照你的感觉，你的想法，
这个大水的故事是一个毁灭的叙事，还是一个拯救的叙事？好，拯救。好，坑加最利用的记号，对你有什么意义？好，伫经文写的是讲，上帝讲，我看见我就要纪念。我看见了，我要纪念，纪念我跟土地，纪念我甲人所立的这个约束。伊讲，我看到我就要纪念。那个对你咧，够遐济？对咱人诶，你看到天，看到彩虹，对你有什么意义？我刚刚讲的那个在水里面的死，是一种什么？一种无能为力的，好，就是讲，表面上你四肢都可以动，你的四肢都还是可以荡来荡去啊，会当好像挣扎做任何活命的挣扎，不过你是无能为力的，好，看下你在你的生活，各位下这立体力的神话灯明，有没有经历到一个情况，你是无能为力？你感觉这个状况已经行到一个坎站吗？是你无法度改变一切，你受苦，你艰苦，你困难，你那亲像淹死伫水内面，你无能为力，有没有啊？各位兄弟，还是大家都活得很好，都活得很好，是不是？还是其实你快淹死了，你不晓得？然后我上帝讲，我要甲天放伫云内面。我要把这个云彩，放伫云内面，这真做一个记号。我无阁互人无能为力，我无要阁互这个世界无能为力的灭亡。啊，各位，这让我相信无？我们相信这个约啦。当咱看到放伫云内面的时阵，无论咱是什么款的状况，无论是咱是什么款悲惨、悲伤的情形。你是不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望？你知影这个上帝，伊甲天放伫云彩内面，伊袂阁互人继续存在那个无能为力的状况。无论各位兄弟，你即摆是什么款的情形，什么款的苦难的处境的状况，请你一定要摇头，看到迄个天。迄个坑的云彩内面，到底是怎么念的？坑，伊迄个坑伫云彩内面，你要知影，你不会无能为力的逝去，好，你不会无能为力的逝去，当心来祈祷。即成的杯，这是你甲阮所立的约。阮袂阁亲像淹死伫水内面共款，虽然阮的骹、阮的手，阮拢会当身躯拢会当叮当，啊，毋过阮无能为力。啊，要袂伫阮的生活内面，检测阮即马陷伫一款的苦难、一款的艰苦、一款的状况内面，阮发现阮实在是无法度，阮发现阮家己无能为力。啊，毋过帮助阮，互阮摇头看到你。甲天放伫云内面，这是你对阮的约束。无论安怎的绝望，无论安怎的无望，阮犹原伫你的云顶内面，犹原会当满满领受你的快乐。这是你甲天放伫云内面，互阮的记号。当心彼得，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